由安林美燕提出12月10号东港这名学生受伤的相片相当唔甘，因为嘴唇拢肿起来，门牙叮当。当年囡仔出入拢被其他学生推搡难免有意外。不过议员在意的是，虽然第一时间有送医复习，不过竟然无通知家长，嘛无亲自了解学生受伤的状况。这期敢是因为囡仔是弱势家庭，所以无受重视，要求公平看待每一位学生。小朋友受伤了，你应该有同理心。你如果在意每一个血统的话，是不是赶快去看学校看看？这个小朋友在受伤的伤势如何？你拢无啊？你家用一通电话是那个啊，是做好用吗？如果他今天只是问题而已，那我们电话联络可以。我们现在关心小朋友在一受伤复原程度如何？上教育学校甲家长会嘛拢出面表达抱歉，强调囡仔拢是家长的宝贝，除了加强检讨、主动通报关心，除了幼儿设施设立安全标准，甲使用顶面的安全规定，一定要不断提醒学生，避免校园安全出现危机。今日新闻顾问及林根采访报道。